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烟草行业的腐败，或者说叫烟草行业的整治。今天这个财新周刊有一篇报道，关于烟草行业的这个反腐。它的报道标题叫一哥林晨星受审，烟草利益链多玄机。这个一哥指的就是曾经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原总经理林晨星。所以说烟草一哥，这个烟草一哥现在已经落马了，而且判决也下来了。财新网通过对这个烟草一哥的这个落马，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他的下属纷纷落马，揭露出这个烟草利益链里面的这些玄机。财新网说从烟标到纸盒包装，就是香烟的那烟标到纸盒包装，再到香精香料供应，乃至过滤嘴、废铝箔回收、物流运输，处处皆有玄机。10余名厅局级烟草干部接连落马，揭开了怎样的利益链条。有人就通过这个给烟草公司供应香精，现在成了胡氏的上市公司。这个财新网都有报道，我们来一起看一看2025年5月21号，吉林长春中院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该院一审公开宣判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成员、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原总经理林晨星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对林晨星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对追缴在案的林晨星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2023年10月被查的这个林晨星是烟草反腐行动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那是一哥吗？那当然是最高级别了。他说也是上世纪80年代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以来首名被查的一把手。自从这个林晨星落马以后后面有很多这个在任的副局长下面的一些厅局长也是纷纷落马，说安徽、云南、江西、重庆、广东等省份也有诸多烟草行业的厅局级官员被查。烟草是中国经济版图中特殊的存在，长期政企不分，垄断而封闭。财新网经过深入调查，揭开了其中的利益输送链条，并将持续跟踪反腐行动的进展咱们是看的是财新网的报道首先财新网就报道了发生在安徽合肥。话说合肥市蜀山区芙蓉路888号，你看这个号码就知道这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安徽烟草教育培训中心所在地。那大家就说了，那烟草教育培训中心那有什么好说的呢？这里面大有玄机别有洞天。它外面挂的牌子叫安徽烟草教育培训中心，但是进去之后一条小路之隔，就是小路的这边是培训中心，小路的那边是一片规模数倍于这个培训中心的占地1000亩的豪华的别墅区。这个别墅区不挂牌子，别墅区住的人都是谁呢？皆来自安徽烟草系统大大小小的官员，每家每户都是2、3层的大别墅，步入其间像到了欧洲小镇。花园里鲜花盛开，开阔的公共绿地上挂起吊床，投巨资修整的近200亩人工湖，还挖了个人工湖200亩，如湖畔别墅的倒影，勾勒出一幅雅致的油画。你看看，仅仅是安徽省烟草系统，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这宛如世外桃源的静谧之地。2023年2月，就在这个别墅区已经退休7、8年的安徽中烟工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朱建华，就在这别墅区的家里面上吊自尽。他走得悄无声息，至今未见诸报端，也就是媒体都没报道过。如其一众明灯各级纪委监委网站的上级同事和同行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就是说，这个原安徽中烟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朱建华，就这么在家里静悄悄的走了。显然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叫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同时也说明了就是这个钱有命赚没命花。那再好的别墅、再好的房子跟他也没关系了，两脚一蹬走了。多名安徽烟草系统人士向财新透露，朱建华是
因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副局长何泽华腐败案被有关部门找去谈话，回家当天就自杀了。这个心理素质也不行啊，有关部门只是叫他去谈个话，他回去他就自尽了，你这不是自我暴露吗？为什么这么紧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这个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这个副局长何泽华呀，2000年到2003年曾担任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和安徽中烟总经理，是这个上吊自尽的这个朱建华的上级。那么2003年何泽华呀，他就升任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2014年已经退休，就是到现在为止退休了11年了啊。但是这个何泽华在安徽烟草界名望甚高，影响颇深。现在安徽烟草行业的好多高管还是何泽华提拔的。这个何泽华啊，他在内蒙古阿尔山有房子，夏天天热啊，他就去内蒙古的阿尔山在那儿避暑，他也在那儿有避暑山庄啊。到了夏天就飞到内蒙古阿尔山，一些安徽中烟的高管呢，那么也会飞到那儿去看望他。你想想吧，脑补一下。可惜好景不长啊，2023年1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退休已经9年的何泽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随着这个何泽华被立案调查，那安徽的很多中烟的还烟草系统的高管那就一起被查啊，什么安徽中烟原总经济师姜亚维，什么安徽烟草专卖局副局长郁进祥，统统被调查。在这个何泽华落马之前，他烟草仕途起点江苏已经是风声鹤唳。何泽华是1991年从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县副县长转任淮阴卷烟厂厂长，自此经营烟草系统20多年，获得步步高升。2022年，何泽华的继任者淮阴转烟厂2任厂长蒋洪喜和周涛分别在9月和1月落马，如今都走到司法环节。这一轮始于2021年的烟草反腐并未局限于苏皖2省和何泽华这一支，而是远及云南、江西、重庆、广东诸多省份，牵涉10余名厅局级干部。周涛落马时职务是云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云南中烟，那在中国的这个烟草行业里面，那绝对是龙头啊，那也是本轮反腐的核心之一，或者是叫腐败的重灾区。云南中烟不到2年，已有原董事长叶礼斌、原总经理张水长、原副总经理顾波3人落马，就是已经洗过一轮了，现在又第2轮。江西中烟工业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姚庆燕2021年11月29日落马，他落马的原因也跟他在云南工作经历脱不开干系。这个姚庆燕呢，曾经是这个褚时健得力干将，当年红塔集团崛起的功臣之一，在云南烟草系统人脉深厚，历任红塔集团总裁、云南中烟副总经理、红河集团董事长。你看看这褚时健不就是红塔集团对吧？这个他后来因为腐败被抓嘛，后来他出狱以后他不是搞什么褚橙种橙子嘛，好像现在也不怎么出名了啊。有一阵子非常火好多企业家给褚时健站台蔡英文说烟草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是特殊的存在，以法定的烟草专卖制度为基础，全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体，有着政企不分的明显特点。在国家层面，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一个机构2块牌子，进行全面的行政和工商管理。在地方，大多省份呈现工商分社的局面，省级烟草专卖局和省级中烟公司互为兄弟单位，级别相同，各由直属，前者主要负责本省烟草销售，是为商；后者主要负责卷烟生产，是为工。这个对我们了解这个烟草行业有一定的帮助就是我记得有一阵子中国烟草总公司说自己是小微企业，对吧？大家还记得吧？然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非常生气。中国烟草总公司怎么可能是小微企业呢？所以今天通过财经网的报道，咱们也了解了一点就是在这个国家层面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一个机构2个牌子，那这就是他们是一回事。但是到了各个省，
这个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就分开了，真正的是两个机构。烟草专卖局那就专门卖烟草的销售由他们控制。中国烟草总公司呢，就是各个省的啊，那他们是负责生产烟草的。哎，你看一个是生产，一个是销售，分开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啊，红塔集团是干啥的？红塔集团只管生产。当然了，这个省级的这个中烟公司啊，它下面恐怕也有好多这个卷烟厂或者烟草集团这么一个事。所以这个省级烟草专卖局和省级的中烟公司，他们是平级单位，哎，不是互相管啊，互相没有什么隶属关系，分工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全国省级烟草第一个工商分社改革试点正是在安徽，而主持安徽省烟草工商分社改革的就是刚才说的退休9年后被抓的何泽华。这个何泽华在安徽啊主持完这个工商分社以后，恐怕试点嘛，有功啊，有经验，所以他就调到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当副局长，就是高升嘛。后来在副局长位置上干了10年。当然了，省级烟草专卖局往下还有市县2级烟草专卖局，对接数量庞大的烟草零售商家，在行政权力保护之下，烟草销售形成垄断市场，寻租空间可想而知。那这是销售环节啊，销售环节还有这个市一级、县一级的这个机构。那么烟草的生产环节呢，相对销售环节那叫有过之而无不及。蔡英文说啊，小小一包烟，从烟标到纸盒包装，再到香精香料供应，乃至过滤嘴、废铝箔回收、物流运输等众多环节，无不蕴藏着深意。各省级中烟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权力含金量极高。2020年10月被查的湖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卢平就涉嫌收受贿赂4.13亿元，挪用公款1.35亿元。卢平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烟草系统和湖南地区职务犯罪案件涉案金额之最。蔡英文说啊，本轮烟草反腐大潮波及广，人数多，看似四处开花，实则草蛇灰线，串案连窝案。目前有4家烟草行业相关的上市公司实控人被问话或监视居住或实施留置，迄今仍有人未获自由。你看看，就涉及到湖市的上市公司了。引人注目的是深港两地上市公司华宝香精股份，就是300741啊，华宝股份在香港上市的叫华宝国际，它的实控人朱林瑶，这位以374亿元人民币身家位列2021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99位的神秘女商人，主营烟用香精香料，业务遍及19个省级中烟公司。自2022年1月开始，她先后被湖南、江西、重庆3地公安机关监视居住，所到之处皆由中烟官员落马。不知道他是谁的白手套啊！烟草反腐揭开了怎样的利益输送链条？数十年的沉疴痼疾该如何破除？这蔡英文说啊，香烟的香味啊，主要取决于香烟的种类和质量，但即便是同一批次的烟叶，也会因各种因素导致香味不一。这个就是农产品都是这个特色啊。农产品你没有办法让它标准统一化，很难，对吧？这个日照时间长短、温度的高低，对吧？你那个地方高度稍微高了一点，对吧？它那地方中烟草的这个海拔呀低一点，那这口感都不一样。西湖龙井，对吧？你在那一块的那叫西湖龙井，你翻到山那边去，你不能叫西湖龙井。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农产品啊，这玩意你很难标准化。这个也能理解啊，就同一批烟叶子，那个味道都不一样。那你为了保证，对吧？你最后出来是个工业品啊，你为了保证这个香味啊一致，那恐怕就得加这种科技与狠活，也就是加香料，对吧？让它保证它的每一包烟、每一支烟味道的香味差不多。所以说，香精香料是卷烟生产中必须的原材料。一个烟的品种、品牌定型后不会再换，几十年不变，所以搞定一个香烟配方就能一劳永逸，一直会用你的香精。确实不能换，一换了味道就变了。它不像做工程，做完一个就完了。香精是一旦进去，就相当于加了垄断行业的利益分配。一名熟悉烟草系统的人士称，大家打破头也要往里挤，甚至不择手段。华宝股份正是中国烟用香精行业的巨头。据华宝股份2022年年报，当年公司营业收入76%来自于食用香精收入
入，金额14.4亿元，同比下降15.6%。而食用香精收入主要来源于对各省级中烟公司及其下辖企业销售的烟草用香精收入。年报未披露占比数据。据华宝股份2017年上市招股书2014年到2016年及2017年1到6月3年又一期的报表显示公司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辖企业，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是85.4%、81.7%、82.8%和81%，那是占比特别高云南、湖南、浙江3省中烟公司是排名前3的大客户。那么这个华宝股份这个实控人呢，当然可以堪称叫香精大王了。这位香精女王朱麟瑶，她的发家历史颇为神秘。从公开资料可知，朱麟瑶的丈夫林国文出生于著名的香料之乡广东电白，1989年移居香港，次年创办华宝集团。1996年，林国文和朱麟瑶在上海创办华宝股份的前身华宝食用香精香料，开始涉足烟用香精行业。同时，林国文剑转幕后，朱麟瑶来到台前。你想无论怎么说，中国烟草这个总公司、省公司、市一级公司，那都是国企。你这个民营企业跟国企打交道，这个里面就有说到，在烟草这一壁垒森严的行业，如何进入是民营企业最头疼的问题。华宝系选择了快捷有效的方式，直接与国企合作。20年来，华宝系积极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下辖的生产企业开展股权合作，合资成立香精企业。2001年，华宝与红塔烟草合资成立云南天虹香精香料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云南天虹香精有限公司。2004年，华宝以同样方式与山东中烟成立青岛华宝香精香料有限公司等等他就跟这国企合资。这个财经网说即使在垄断性极强的铁路行业，通常也是由铁路公司向材料供应商采购，铁路公司直接入股供应商的情况极为少见。大家知道吧？修高铁的那个刘志军后来被抓。那刘志军被抓，不就后面就浮出好多这个依附于中国高铁的很多这个供应商嘛？我记得山西还有一个女商人，名字我忘了就靠着刘志军发家，而且也有上市公司。财经网说即便是铁路部门也是向供应商去采购，而这个中国烟草它跟民营企业合资、中烟投资以及各省级中烟公司都有不少类似的股权投资，这使得供应商与烟草生产企业的利益捆绑更为紧密而长久。华宝就是这样一个套利者，他凭借与省级中烟公司的合作，成为撬开区域市场最多的香精香料企业。10几年间，华宝系发展迅猛，一跃成为香精龙头企业，与各省级中烟公司关系亲密。华宝的业务员之前在各个省的中烟公司跟上班一样，每天都去报道。一名河南香精公司的负责人说按照财经网的说法根据这个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信息，那这个所谓的华宝股份对吧，那就有目的有计划的向这个烟草公司进行行贿，而且不是一笔，不是一个人，对吧？这个根据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就非常多，形成了一个利益输送的链条。1998年8月，这个何泽华从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调到安徽，官升一级，担任全国烟草专卖局唯一直属本科院校合肥经济技术学院的党委书记。这注定只是他晋升正厅级的一个过渡，因为第2年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即并入同城的中国科技大学，而何泽华随即转任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局长、总经理，正式执掌一省烟草大权。知情人士透露何泽华此前在江苏烟草系统当了3年多的二把手，有英雄无用武之地，这种蹉跎之感。到安徽后获得大展拳脚的舞台，能干敢干之名，多年后仍在安徽流传。实际上就是一个褚时健式的干部就是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胆子比较大，有魄力。这个人作风硬朗，威信高，水平高。在安徽烟草干了一段时间，大家对他都非常佩服。曾任安徽中烟中层领导的孙石说从物流到信息系统再到黄山品牌，安徽烟草的框架基本是何泽华搭建起来的。他来之前，安徽在全国烟草里排中下游，他来了之后提升比较快。更为特殊的是，何泽华从江苏
来到安徽，能力强，没有派系所累，就是他没有派系啊，他是空降到安徽的。后来又高升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在安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安徽时提拔的干部，直到现在也是安徽烟草系统的主力。他在安徽总共待了5年，很难想象他离开安徽20年依然有影响力。一位安徽中烟的人士称，何泽华离开安徽前，安徽烟草系统已经在筹建安徽烟草培训中心及别墅区。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开头所说的啊，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项目。2011年，安徽烟草集资建豪华别墅一事被媒体曝光，引发社会关注。接近安徽中烟的人士称，该项目是以安徽烟草培训中心报批的，但大部分土地用来建别墅。据经济参考报2011年报道，别墅共盖了243套，面积276到403平方米不等，独栋别墅有95栋，240平方米左右的2套连体别墅74栋，16套岛上独栋别墅位置最佳，庭院面积都在2亩以上，四面环湖，有溪流水景。你看看啊，这岛上那是更好啊，院子就有2亩。报道称，这个项目2001年启动并进行规划选址，正式工地是在2002年6月，然后开始报批建设。2003年编制完成项目的规划总图。也就是说啊，别墅是何泽华在任时报批的。2004年项目开建，2008年竣工。孙石称，当时是按每个人的大小需求建设的，相当于订单式建设，也就是那几百栋别墅是按照你个人要求去建，这个也但是也特别先进啊。似乎是因人举报，这片别墅多年后才拿到房产证。别墅对外称作万方烟草住宅小区，后改成宏泰苑，但小区门口没有任何标牌。2012年，安徽烟草系统又在合肥市政府以及天鹅湖附近建了湖畔威印阁小区，共计600套高层住宅。这里是合肥市核心地段，与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同在一个大院里。湖畔威印阁小区开发商叫安徽香艺房地产有限公司，是浙江省烟草专卖局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何泽华是否在安徽烟草别墅区和湖畔威印阁有房产，众说纷纭。孙石称，何泽华原本能分到1套别墅，但他拒绝了。也有人称，何泽华在2处均有房产，7、8年前将别墅卖出。安徽烟草别墅区之所以名叫万方，因其建设单位是安徽万方实业有限公司。万方实业2001年4月5日成立，由薛明德、吴锡坤、吴信芳等等7名自然人出资，注册资本458万元，就是自然人成立的这个建设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他们建的。巧合的是这些人都是安徽烟草系统的中高层领导。陈一晚这篇报道很长里面还涉及到很多人，咱们就不一一说了。通过这个陈一晚的报道，我们就知道烟草系统这个腐败。实际上通过这个我们就能知道垄断部门，石油、石化、银行、铁路大概都差不多吧。烟2代对吧？银行3代，石油4代。为什么这么严重？实际上就是2个原因，一个就是权力监督，他不受监督谁去监督他？自我监督，这个那只能要求人人都是圣人，你只有圣人才能自我监督对吧？自我改正。所以这个对人的要求特别高。一个是监督，第二个是什么呢？叫市场化，对吧？你看这些行业都是垄断，垄断滋生腐败。如果你要市场化了，你把烟当矿泉水卖，娃哈哈、农夫山泉、怡宝他们竞争的充分竞争，对吧？那这种腐败现象就会好得多。这个很多人就说了，因为烟草是个特殊行业，对吧？通过烟草就是税嘛，烟草税大家都能理解就某种程度上，美西方国外它的烟草也是烟草税，你看它的烟草卖得更贵呢，对吧？你比如说新加坡，你比如说新西兰，它的一包烟同样的烟恐怕是我们价格的好几倍，10倍都有可能，那不更是烟草税吗？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人家就没有那么多腐败呢？没有那么多利益输送呢？无非就是一个是监督，一个就是市场化。不光是烟草行业，对吧？其他的垄断行业都一样。如果不进行这个彻底的改革加强这个监督，进行市场化改革，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吞噬进去。不有人说了吗？好的制度它很难让一个坏人变好，但是它至少可以避免坏人好人变坏呀。这些垄断行业如果不改革，只会滋生越来越多的腐败，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不能自拔。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